嗨，大家好，歡迎嚟到綠茶館，我係 Sandy。我哋時時聽到求生淨土呢個話題，特別喺台灣、中國以及好多亞洲嘅地方，信佛嘅朋友都希望臨終嘅時候有人喺旁邊助念，幫助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咁我哋要點樣知道一個臨終嘅病人係咪真係能夠往生淨土呢？今日呢一個影片，我就會同大家分享大多數嘅人臨終嘅時候常見嘅現象，以及往生淨土嘅時候會出現邊一啲吉祥嘅瑞相同埋徵兆。我諗好多人都曾經經歷過親人或者朋友離世，而一般人喺臨終嘅時候，生理上都會產生變化，而患重病嘅人臨終以及死亡之後都會感到極度痛苦，再加上對親人嗰種不捨而感到焦慮。大部分嘅人喺臨終嘅時候，生理上都會產生變化。首先，活動能力同埋意識下降，病者會變得企睡，即係好想瞓覺，而清醒嘅時間越嚟越短。對外界嘅反應亦都逐漸遲鈍，之後循環嘅系統衰竭，血液會集中到身體嘅主要器官，導致四肢冰冷，皮膚顏色可能出現變化。呢啲都係科學上嘅基本解釋。而喺佛教，無論係壽終正寢或者橫死，都唔係即刻死亡，而係仲有一啲神識，然後再慢慢咁消失，直到冇感覺為止。當人停止呼吸同埋心跳，都未完全死亡嘅時候，會經歷啲咩呢？就係地水火風嘅分解。首先就係地大離散嘅時候，最後一口氣就嚟斷嘅時候，身體就會開始變得僵硬，然後痛到極點，痛到最後連痛嘅感覺都冇，就好似生龜脫殼一樣。地大要離散，色蘊即係色受想行識嘅色，佢嘅功能就會逐漸消失。第二就係水大離散嘅時候，受蘊嘅感覺非常強，身體嘅重量感覺依然存在，但係口會覺得非常之口渴，一般叫做脫水，亦即係身體裏面嘅水分開始凝固，而血液已經唔再流通，即使好口渴，亦都冇辦法飲水。呢個時候嘴唇發黑，面色顯得又青又白，因為血液已經凝固咗。而第三就係火大離散，火大離散嘅時候，身體就好似進入火山口咁，首先就熱一下，然後就變冷。呢個時候想蘊亦都隨住慢慢咁消失，頭腦嘅思想記憶漸漸模糊，乜嘢都唔知道。呢個時候就係火大離散。第四就係風大離散嘅時候，呼吸漸漸咁消失，平時出入息均等。而風大即將離散嘅時候，就只剩低出息，即係呼氣。而分解嘅時候，呼吸就會變得困難，就好似鋒刀割裂咁。呢個係非常之痛苦嘅生理過程。風大離散嘅時候，身體係我嘅呢一個執着仲有，但係已經冇辦法控制自己嘅身體，只剩翻最後嘅色蘊。色蘊就會迷迷糊糊咁樣。呢幾個地水火風就係我哋嘅身體一路咁變化，變得衰竭之後就會完全死亡。除咗生理上嘅劇痛，死亡仲會伴隨住巨大嘅心理痛苦。面對未知嘅彼岸，眾生會產生深切嘅恐懼、不安同埋茫然。同時，死亡亦都意味住同所有嘅親人、自己嘅物品、財物，甚至自己嘅身體都會徹底分離。呢一種愛別離苦喺臨終嘅時候會達到頂峰，對世間嘅一切執着都將會喺呢一刻無情咁樣剝奪，帶嚟撕心裂肺嘅痛苦。
我哋凡夫將以往一切善惡業同埋習氣，令到你變成一種執着，又或者慣性咁喺意方面起貪嗔痴，因而產生苦，而來生好大機會就會墮落三惡道受惡報。如果人貪，就會落餓鬼道；嗔就會落地獄道；而痴就會落畜生道。眾生輪迴就係憑呢三種業力，隨重受生、隨習受生同埋隨念受生。隨重就係業重，隨習就係習氣，隨念就係念頭。我哋凡夫眾生通常惡業重，再加上我哋有分別妄想同埋執着，尤其是係執着，臨終之前都會執住世間一切嘅事，或者情執，唔捨得在世嘅親人、自己擁有嘅嘢，甚至自己嘅身體，所以臨終係憑住我哋嘅念頭。一旦呢一個執念重嘅時候，我哋嘅神識就會被動地俾呢一個業力推到我哋到一個有緣嘅界別而輪迴，尤其是餓鬼道，又或者稱為鬼道。而人喺橫死、被殺，甚至遇到大災難嘅時候而死，都有機會墮落餓鬼道。點解呢？我哋臨終嗰一刻嘅念頭係好重要。剛才我就講隨念受生，就係隨住我哋嘅念頭去輪迴。當人遇到橫死、被殺，甚至遇到大災難嘅時候，臨死或者死後嗰個念頭都會有一種唔甘心，或者會諗點解我會死嘅，或者我已經死咗啦，我唔想死喎。呢一啲念頭都係我執，亦都係貪念嘅一種。時間已經到啦，要死嘅時候，但係依然唔捨得，貪愛自己嘅身體同埋世間一切嘅事，所以就會墮落餓鬼道。剛才我講到一般人臨終同埋死後嘅種種現象，咁樣往生淨土嘅人又會出現啲乜嘢現象呢？當一個修行嘅人長期以信願行求生淨土，並且念佛嘅功夫達到一心不亂，就有機會往生極樂。而關鍵就在於係咪真正準備好，能唔能夠放下我執而求生淨土。咁我哋點樣知道嗰個人係咪往生淨土呢？往生淨土嘅人喺臨終嘅時候，佢表現出同常人唔同嘅吉祥徵兆，即係睡相，佢哋嘅身體感覺唔到痛楚，亦都唔會有焦慮同驚嘅感覺，而係安詳清明。最主要有以下嘅睡相：第一就係心不顛倒，正念分明，同一般人臨終嘅意識紛亂唔同。求生淨土嘅人喺臨終嘅時候，心神安定，意識清淨，無恐懼，無貪戀，無嗔恨，能夠專注喺佛號，顯示佢對生死已經放下。第二就係預知時至，好多往生淨土嘅人可以喺幾日前、幾個月甚至幾年前通知自己往生嘅日期，能夠容易安排後事，仲會沖個涼，換翻件衫，安定之後就等到佛菩薩嚟接引，展現咗自在無礙。第三就係見佛菩薩接引。往生淨土嘅人喺臨終嘅時候，佢會親眼見到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等聖眾拎住個蓮台嚟接引佢，而在場助念嘅人有時亦都會聞到陣陣嘅花香味，見到光明出現等等嘅感應，跟住之後就靜念相繼，心裏面心心念念咁因求淨土，厭離娑婆，不失正念。跟住就係沐浴更衣。往生淨土嘅人臨終嘅時候，佢哋就會梳洗，然後換翻件整齊嘅衫，跟住就係智能念佛，能夠自行念佛，或者係心裏面不斷咁樣念，端坐合掌。臨終嘅時候身形端正，合掌念佛。最後就係成間房都有香味，再加上天樂明空，同埋會講一啲說話去鼓勵其他眾生，即使斷氣之後
瑞相亦都可能延續，面容安詳，好似瞓覺咁，甚至含笑，肢體柔軟，唔會僵硬。頭頂部分亦都溫暖柔和。依佛教傳承，呢個就被視為神識由頂門離去，往生淨土嘅證明。以上瑞相喺淨土中典籍裏面有好多見證，唔單止帶俾修行者同埋家屬極大安慰，亦都提示咗生命終點嘅另一個面貌，唔係焦慮同病痛，而係安詳同接入。對照呢兩種告別嘅方式，普通人嘅臨終，大多數佢哋嘅身體機能係因為自然衰竭所致，而且隨住生理同埋心理嘅掙扎，最終會被動地隨住業力流轉生死，進入輪迴。而往生淨土嘅人喺臨終嘅時候，會展現出心靈超越同埋解脫，心裏面完全冇掛礙，而且顯示出種種吉祥嘅瑞相，最終能夠主動地帶住神識，跟住阿彌陀佛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無論選擇邊一種告別嘅方式，兩者都帶嚟重要嘅啟示。普通人嘅經驗提醒我哋要珍惜當下，及早規劃善待臨終嘅人。而往生淨土嘅瑞相就顯示咗心靈無窮嘅力量。當一個人對生命終點早有準備，心有所歸，能夠放下一切執着，佢嘅離別就可以安詳、莊嚴而且光明。希望你哋鍾意我今日嘅影片啦，記得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 啦。下次再見，拜拜。有佛法有辦法。